山的人不要故意夸耀，施舍的手左右何必知道。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到1分鐘牧養嘅時間，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到喺啲免稅店嗰度咧，或者一大嘅超級市場裏邊咧，有呢種叫做 Godiva 嘅朱古力包裝得非常之華麗，同埋都幾貴下嘅。咁咧呢種牌子咧中文叫做哥代娃啦佢朱古力咧，其實係紀念一位伯爵夫人佢嘅善行。當時英格蘭北部嘅分開有帝國嘅時候咧，其中一個貴族咧擁有強大嘅實權嘅 Commonry， 即係考文稅，或者而家我有啲人叫高雲地利。佢嘅伯爵叫 Leo Fak， 佢提出咧要人民咧付一啲高昂嘅課稅。伯爵夫人咧於是乎就勸佢唔好啦。咁但係伯爵咧提咗個難題俾佢嘅夫人，咁就話俾佢聽咧，如果你能夠除晒衫裸體去遊行嘅時候咧，我就會減低呢個嘅稅款。咁咧點不知咧哥代娃咧就勇敢咁答應咗。於是乎咧，佢真係去騎馬環繞住呢個城去行一周。民眾咧好感動佢呢個嘅行為，所以當佢遊行嘅時候咧，民眾咧都低起頭唔去睇佢嘅裸體。唯有一個叫湯姆嘅男子咧，就偷偷去睇哥代娃喎。咁咧據說咧呢個嘅偷窺狂咧，叫 Peeping Tom 咧，就而咁樣咧就由此咧而嚟嘅嚇。咁咧即係大家知道呢個係乜嘢嚟㗎啦？即係話偷窺狂就叫 Peeping Tom。咁下次如果我哋去超級市場裏邊咧睇到呢個 Godiva 嘅朱古力嘅時候，不妨我哋買嚟試一試，去回味佢嘅善行。咁我哋希望咧將呢個小嘅故事去提醒我哋自己。提摩太前書2章10節咁講，要有善行，這才是自稱為敬畏神嘅女人所相稱嘅。盼望我哋都唔好刁難別人啦，同埋咧去勇敢行善，去造福其他嘅人。願神祝福大家，阿門。